高雄市的实全国小最近去家长投诉讲，这学校的运动场跑道无平，拢是破坑，惊囡仔咧走时会去受伤。学校是表示讲，跑道逐年拢会叫人来补，今年嘛已经摕到中央超过500万的补助，按算7月初的时间会规个完成。 学生囡仔徛伫起点，听到庆声，大家就开始走。这是去年十全国小运动会，会当看到跑道有侪侪修补的痕迹。实际到现场看，跑道的表面拢有侪侪破坑，上惊学生来遮运动可能会受伤。就家长怨叹，这种状况已经几若冬啊！家己囡仔是自1年啊到大尾5年啊，跑道是补来补去，阁有囡仔因为安尼跋倒。我几当前有发现。 因的操场有这种情况啦，嘿啊，迄天我个调工甲翕起来，是讲，会当伫市区的学校内底吼，这个操场会当烂甲这种情形啦。我嘛捌听我的囡仔讲，因嘛是有同学捌因为伫学校跑步跋倒的。 家长质疑学校无要整修运动场的跑道，校长解说学校的跑道已经使用11年，为第2年开始，但年拢会用补开方式来修理。今年有中央补助525万的经费，按算7月就要开始施工起新的跑道，所以今年才无修补。即摆跑道边啊也搭红布条啊，提醒民众。是真几单无维修吼，啊看迄个痕迹就知影讲，阮逐单都维修吼。啊今年啥无维修？ 其实理由足简单，就是阮今年规个要拆掉，规个要停用吼，啊，所以要停用啊，当然今年就无维修。学校表示讲，7月初6开始，跑道会全面翻修，改用 PU 材质的跑道。目前会安排学生到篮球场，也是活动中心上体育课，袂影响学生上课权益。记者张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